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可以捕捉。你看看，哎呦，这四眼呢，很漂亮。看摄影大哥，不要看我了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最前方的摄影大哥们。好，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。其实今天的这个代言费，几位数？超过6位。这次做了什么调整？就是这次再站上来，然后穿这么美丽的衣服。我减了5公斤。减了5公斤，这是唯一的调整啦。再来就是心情吧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可能我就觉得每个人人生中，当然就是会跌倒，但是你要汲取这个教训，是一堂课，那你还是要往前走，你总不能就呆坐在原地。有说像凯乐他就是有点过不了心里那一关，那你有什么？然后跟他对，你们完全心态是不一样的。其实我都有跟他联络真的。然后对你们两个是我们以前我们有晚上睡觉前都会视讯。其实因为他这阵子就是就跟我一样，我觉得他需要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沉潜，所以像我都是跟他用文字对话。那就文字上来看，我觉得就字面上来看，我觉得他是平静的，没有大家想象说的什么就是这么负面啊，过不去或什么的。我觉得再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会好好的爬回来。我觉得你形容的很好，先是跌了个踉跄，然后再来是蹒跚的爬回来，根本就是走天堂路那种感觉。可是因为我的热情就一直是在演艺圈，那我当然也会希望我可以在演艺圈继续有作品给大家看到。业配真的已经满出来了，到底有多满？就是排满的啦。所谓排满是每天都有，不能到每天都有啊，但是就是排3个月差，就是谢谢所有的厂商。3个月，未来3个月都有了。未来至少2个月都是满的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在 FB 上看到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所以1个月有7位数还是6位数？你是说代言费吗？还是业配收入？不好说，就说30到50万之间吗？差不多啦，有啦，有时候更好啦。这样就回到比之前发生事情前更好。其实是好像比以前好一点。对，他会讲些很下流的话，你都会可以看到，我都看到，而且我还把它念出来。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正面迎击吧，就是直球对决。你有这个胆识写，我也有胆识念出来。我觉得第一个，你心理素质要够强大，这是当然的。可是另外一个角度，你就会觉得说，谢谢你来耶，那我多了一个浏览人次，谢谢你来凑热闹。然后不会受伤。刚开始真的会，然后后来我就会觉得说，你来也是帮我就是冲人气啊。电视是我的根，大集合是我的根啊。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还是可以拿着主持人的麦克风，然后就跟各位乡亲讲说我是谢欣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毕竟那是培育我的地方。大集合1000集生日快乐！还有想要回去吗？我没有想要回去，可是我是祝福他。像很多可能网友就会说，没有你我不看啊，或什么的。但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益智的节目啊，你们还是要照样的支持啊。这是两码子事。现在就是往好的方向走，那目前还没有谈到，对啊，就是快快乐乐的这样子。